少少遺憾啊，不如話多多遺憾啦。你會覺得有啲虧欠咯，自己做嘅嘢自己承擔係應該嘅，但係你令到愛你嘅人同你愛嘅人都要陪你一齊承擔一啲冇必要經濟消耗、時間消耗、心理上嘅損害。我仔細個嗰陣時，我教佢游水，教佢踩單車，咁但係到而家我陪唔到佢，佢叫翻我去玩呢啲嘢，我陪唔到。我其實1962年13歲嗰年開始食煙嘅，食到2016年7月確診肺癌4期，咁就開始戒煙。當我喺明華大長大咧，一個屋村咧，成班青少年朋友咧係一齊玩嘅，真係年少無知，人哋俾到你就食咯。我曾經做過送貨好，揸個車好，都俾你食煙嘅。當年嘅社會並冇話吸煙係影響健康呢個意識嘅，無論公共車輛、公共場合都喺度食緊煙嘅。咁嗰陣時亦都大家唔知道會長遠影響到健康。當我做一啲院舍工作嗰陣時咧，其實係夜晚黑一班同事圍埋喺宿舍咧，亦都會手持口煙輕鬆啲啊咁樣。我個仔出世之後，當然係喺屋企我哋係唔食煙啦。返到工影響唔到屋企人，變咗調返轉頭喺公司會食多咗啦。其實嗰陣時都冇考慮到原來二手煙係影響到屋企人嘅。甚至乎三手煙咧，因為佢係無聲無息嘅。當你發現到有肺癌嗰陣時，佢已經係去到第3或者第4期。喺2015年開始發覺右膊頭咧痛，冇乜太大理佢，咁到最後痛得緊要啦，咁我哋先去睇骨科，確診肺癌4期轉移到骨嘅，由開始確診你就需要去做依樣嗰樣嘅檢查啦，包括咗 PET scan 啊、電腦掃描啊、磁力共振啊等等等等，冚唪唥都需要錢嘅。每一粒標靶藥係1400至1500蚊，每一日一粒，咁所以經濟上咧係一個好大嘅負擔。標靶藥嗰個副作用咧，無論皮膚、口腔嘅潰瘍、甲溝炎或者腸胃嘅不適，我食咗8年幾9年嘅標靶藥咧，第3代嘅標靶藥咧，都已經開始有耐藥性啦。咁係所以需要進行化療。化療嘅期間咧，個免疫系統亦都會受影響啦，所以更加係需要避開一啲人多嘅地方啊，自己要小心。無論你係新冠好或者其他嘅流感好，你都容易受感染嘅。咁喺疫情期間，我除咗中過新冠之外咧，我亦都有肺炎啦，吊抗生素好，不停食唔同嘅藥去揾出個病因好等等，咁都唔見咗30-40磅體重啦。其實係咪好有型或者覺得你成熟咗咧？其實你會發現而家食煙嘅環境唔係喺後巷就喺垃圾桶側跟，個型字沾不上任何關係。所以食煙之前諗一諗，為乜食煙咧？我諗到而家都諗唔到點解我要食第一口煙。